先继续来看这个立委集体共收钱的案件，进前是由法官来判重刑，结果这个检调过来查出着案外案，这个白手套郭克明各方查出来，涉嫌来游说着建商甲政治受难者，讲予伊500万的活动费，伊就会当找民意代表来修改。 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让政治受难者会当摕回从强制征收的土地，但是意思是提钱无办代志。这个检调诉讼约谈6个被告，这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辛建业是以40万来交保。吴先生，你有骗遗族家属吗？有收500万吗？ 头日日拢无讲话，地无啊，这个是立委收红包案件内面做白手套的郭克明，即马搁被约谈，因为检调搁查到案外案，发现郭克明伫2016年到2019年间，捌涉嫌加政治受难者为作甲建商骗讲会使代替游说民意代表协助修正促转条例，和当年被征收的土地有机会退回来，建商信以为真付500万的活动费，不过郭克明敢若是有摕钱无办代志。 今仔牵涉到立委助理丁福华甲国民党团的主任辛建业，总共6人拢被约谈。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吗？谢谢。小心。检方经过透明侦讯，除了辛建业以40万块交保，其他人分别以20万、10万块交保。另外2名建商是无报请回，只是讲立委收红包案件内面，郭克明一审被判2年有期徒刑，另外8个月会使换罚金，加追5年，佮都要支付公库600万块。即摆又有案外案，虽然讲无立委牵涉在内，不过检调嘛将依照诈欺、侵占等等的罪嫌继续对战。 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